2026年1月16日嘅上海，寒風裹挾住冬日嘅消失，卻因一場品牌活動變得熱鬧非凡。活動現場，鎂光燈閃爍唔停，媒體記者們手持長槍短炮，翹首以盼住明星們嘅登場。當竇驍與何超蓮嘅身影出現喺入口處時，人群瞬間沸騰起嚟，快門聲此起彼伏，好似要將呢一刻永遠定格。竇驍身着一套深色正裝，剪裁合身，線條流暢，襯得佢身姿挺拔，氣質穩沉。佢踏住穩健嘅步伐行嚟，眼神專注而堅定。何超蓮則宛如一朵盛開嘅宮玫瑰，一襲紅色連衣裙鮮艷奪目，裙擺隨住佢嘅走動輕輕搖曳，好似喺訴說住浪漫嘅故事。搭配嘅白色高跟鞋簡約而優雅，更增添咗幾分高貴氣質。佢嘅頭髮精心打理過，柔順咁披喺肩上，幾縷碎髮隨風飄動，為佢增添咗一絲靈動同俏皮。兩人企喺一齊，好似一對璧人，瞬間吸引咗所有人嘅目光。活動依此入場環節便充滿咗戲劇性。竇驍下意識咁伸出手，想要攙扶何超蓮，呢個動作自然而又溫柔，好似係日常生活中嘅習慣。然而何超蓮卻好似冇察覺到佢嘅舉動，身體微微一側，徑直向前行去，冇給予任何回應。呢一瞬間，空氣好似凝固咗一般，現場嘅氣氛略顯尷尬。竇驍嘅手懸喺半空中，臉上閃過一絲不易察覺嘅失落，但好快又恢復咗平靜。行宮毯合影期間，兩人之間嘅距離好似有一道無形嘅鴻溝。佢哋並肩站立，卻各自保持住一定嘅距離，身體微微僵硬，冇眼神嘅交流，亦都冇親密嘅互動。何超蓮嘅表情冷淡，眼神平靜地看向遠方，好似沉浸喺自己嘅世界裏頭。竇驍則顯得有些拘謹，佢嘅動作略顯僵硬，雙手自然下垂，偶爾會不自覺咁握緊拳頭。呢個同佢哋當年結婚時嘅甜蜜場景形成咗鮮明嘅對比，令人不禁心生疑惑。佢哋嘅感情究竟點樣？然而活動後半場嘅風向卻突然轉變。竇驍好似察覺到咗兩人之間嘅微妙氣氛，佢主動伸出手，輕輕咁牽住咗何超蓮嘅手。呢個動作如同春風拂過湖面，瞬間打破咗僵局。何超蓮嘅手微微顫抖咗一下，但好快便放鬆落嚟，任由竇驍牽住。兩人手牽手離場，途中竇驍多次貼面低語，佢嘅聲音輕柔而溫暖，好似喺訴說住只有佢哋兩人能懂嘅情話。何超蓮則微微側住頭，認真咁傾聽住，臉上漸漸露出咗笑容。嗰個笑容如同春日裏頭嘅陽光，燦爛而又明媚，照亮咗整個現場。唔單止咁，竇驍仲為何超蓮整理頭髮。佢輕輕咁抬起手，將何超蓮被風吹亂嘅頭髮別到耳後，動作自然而熟練，好似係佢每日都會做嘅嘢。呢個細細嘅舉動，卻充滿咗無盡嘅溫柔與愛意。何超蓮微微閉上眼睛，享受住呢一刻嘅溫暖，臉上洋溢住幸福嘅笑容。喺接受訪問時，竇驍透露咗過年計劃出去旅行嘅消息。佢話過年想帶佢去個冇信號嘅地方待幾日，好好放鬆一下。何超蓮喺一邊雖然冇說話，但臉上一直帶住笑容，嗰個笑容中充滿咗對未來嘅期待同憧憬。從佢哋嘅互動中，好難睇出兩人之間有任何矛盾或疏離嘅跡象，反而俾人感受到咗佢哋之間深厚嘅感情。竇驍與何超蓮嘅婚姻從一開始就備受關注，佢哋一個係黨公小生，一個係賭王千金，咁嘅組合注定會成為媒體同公眾關注嘅焦點。2023年4月18日，兩人喺巴厘島舉行咗一場盛大而浪漫嘅婚禮，耗資5000萬至8000萬港元。婚禮現場佈置得美輪美奐，好似童話中嘅仙境。竇驍全程策劃設計，每一個細節都傾注咗佢嘅心血。5.97克拉嘅粉磚婚戒，
暗含住何超蓮嘅生日密碼。水池中嘅蓮花元素，象徵住佢哋嘅愛情純潔而美好。何超蓮喺婚禮上感動落淚，佢深情咁講：我嫁咗俾愛情。嗰一刻，所有人都相信佢哋會一直幸福落去。然而，婚後唔久，兩人嘅互動就逐漸變少咗。喺社交平台上面，佢哋好少再秀恩愛，曾經嘅甜蜜瞬間好似消失得無影無蹤。喺女方家庭嘅重要場合，竇驍亦都總係缺席，俾外界開始對佢哋嘅婚姻產生咗質疑。2024年起，竇驍同何超蓮喺社交平台靈同康，竇驍缺席何家祭祖、三太壽宴。2025年何超蓮生日僅收表情包祝福，呢啲細節都成為咗分辨傳聞嘅導火索。2025年10月，向太喺社交平台發佈咗一段疑似暗示兩人分辨嘅視頻，更係將呢個傳聞推上咗風口浪尖。視頻中，向太嘅話語含糊其辭，但卻俾人浮想聯翩。一時間，網絡上關於竇驍與何超蓮分辨嘅消息鋪天蓋地，各種猜測同謠言甚囂塵上。有人話佢哋因為財產問題產生矛盾，有人話佢哋感情破裂已經分居，甚至仲有人猜測佢哋根本冇領證，只係舉行咗一場形式上嘅婚禮。面對呢啲傳聞，竇驍同何超蓮起初並冇做出回應，佢哋或許認為清者自清，無需過多解釋。然而，隨住傳聞嘅不斷發酵，事態變得越嚟越離譜，已經對佢哋嘅生活同工作造成咗嚴重嘅影響。於是喺2025年10月23日，兩人終於同步發文回應。竇驍講：大家好，首先在此先向大家致歉，呢兩日網絡上嘅喧囂佔據咗公共資源。其次，我哋本唔想回應呢啲莫須有嘅話題，沒成想事態變得越嚟越離譜，所以還望大家勿信謠勿轉謠。何超蓮則轉發並發文，感謝所有善意關心我哋嘅朋友，亦都理解大家嘅好奇。但我哋始終認為，感情嘅穩固與否，無需通過任何形式向外界事無巨細地展示嚟證明。我哋感情穩定。喺呢度亦都呼籲大家停止傳播不實信息。佢哋嘅回應簡潔而有力，直接否認咗分辨嘅消息。後嚟喺竇驍過生日嘅時候，何超蓮鑄住青蛙phục為佢慶生，呢個別出心裁嘅慶祝方式直接擊碎咗謠言。視頻中，何超蓮扮成一隻綠色嘅青蛙人偶，突然出現喺竇驍面前，俾佢帶嚟咗一個大大嘅驚喜。竇驍又驚又笑，一把抱住青蛙嘅頭套，臉上洋溢住幸福嘅笑容。兩人喺視頻中嘅互動自然而又開心，好似又返到熱戀時期。盡管竇驍同何超蓮已經否認咗分辨嘅消息，但網上關於佢哋至今都冇領證嘅說法卻依然甚囂塵上。據港媒報道及法律渠道查詢，澳門、香港婚姻登記處顯示，兩人於2023年4月18日喺巴厘島舉辦婚禮後，始終未完成法律登記。澳門及香港官方系統均查冇婚姻記錄。呢個消息俾好多人感到震驚同疑惑，難道佢哋真係淨係舉行咗一場婚禮，而冇領取結婚證？有爆料稱，賭王家族要求通過生育考驗或簽署嚴苛協議後方可領證，竇驍曾拒絕協議，導致登記受阻。呢個說法雖然缺乏確鑿嘅證據，但卻喺網絡上廣泛流傳。有人認為，賭王家族家大業大，對婚姻有着嚴格嘅要求同標準，佢哋希望通過生育考驗或簽署協議嚟保障家族嘅利益同財產嘅安全。而竇驍作為一個有自己想法同原則嘅人，可能唔願意接受呢啲條件，從而導致領證受阻。然而，亦有部分報道援引澳門法務局工作人員電話口徑，稱二人已於2023年4月18日喺澳門路環市政署完成登記，但該說法缺乏公開文件佐證，與查冇記錄嘅結論矛盾，使得未領證嘅說法更加撲朔迷離，令人難以分辨真假。對於呢個傳聞，
竇驍同何超蓮始終冇做出正面回應。佢哋嘅沉默比外界更加猜測紛紛，有人認為佢哋係因為心虛才唔敢回應，亦都有人認為佢哋係唔想俾私人生活過多咁暴露喺公眾面前。無論真相如何，未領證嘅說法都已經成為咗佢哋婚姻中嘅一個爭議點，俾佢哋嘅感情蒙上咗一層陰影。竇驍與何超蓮嘅結合，從一開始就充滿咗爭議。女方係賭王嘅女，擁有住顯赫嘅家世同巨額嘅財富。男方雖然喺娛樂圈少有名氣，但喺外界睇嚟，同何超蓮嘅地位並唔對等。呢種地位嘅差異，俾好多人對佢哋嘅婚姻產生咗質疑，認為竇驍係高攀咗何超蓮，係為咗錢同名利先至同佢一齊。喺公眾嘅眼中，愛情好似唔係婚姻裏頭最重要嘅因素。佢哋更看重嘅係雙方嘅地位、財富同背景係咪匹配。對於竇驍同何超蓮咁嘅組合，好多人認為佢哋嘅婚姻唔會長久，因為佢哋嘅愛情可能會俾現實嘅利益所衝垮。呢種觀念反映咗社會對公眾人物婚姻嘅一種普遍看法，亦都體現咗人們對愛情同婚姻嘅認知存在一定嘅偏差。然而，感情呢樣嘢誰也說唔清楚。宋竇驍同何超蓮嘅互動中，我哋可以睇到佢哋之間確實存在住深厚嘅感情。佢哋喺活動中親密自然嘅互動，以及喺面對傳聞時嘅堅定回應，都表明咗佢哋對彼此嘅感情係真摯嘅。或許佢哋嘅婚姻並唔像外界所想象嘅咁脆弱，佢哋有能力克服地位差異帶嚟嘅困難，共同經營好呢段婚姻。經歷咗婚變傳聞嘅洗禮，竇驍與何超蓮嘅婚姻面臨住前所未有嘅挑戰。外界嘅質疑同猜測如同潮水一般向佢哋湧嚟，俾佢哋帶嚟咗巨大嘅壓力。然而，從佢哋喺活動中嘅表現以及回應傳聞嘅態度嚟睇，佢哋好似並冇俾呢啲困難打倒，反而更加堅定咗彼此嘅感情。竇驍喺活動中主動牽何超蓮嘅手，為佢整理頭髮、貼面低語，呢啲舉動都表明佢對何超蓮嘅關心同愛護從未減少。何超蓮喺面對傳聞時，亦都始終堅定咁企喺竇驍身邊，相信佢哋嘅感情。佢哋用實際行動向外界證明，佢哋嘅婚姻係穩固嘅，唔會俾外界嘅謠言所影響。對於未來，佢哋可能會揀擇更加低調咁生活，減少喺公眾面前嘅曝光，以避免唔必要嘅麻煩同猜測。佢哋亦都可能會更加珍惜彼此，加強溝通同理解，共同面對婚姻中遇到嘅各種問題。無論佢哋做出點樣嘅選擇，我哋都希望佢哋能夠幸福快樂，攜手走過人生嘅每一個階段。竇驍與何超蓮嘅婚姻就好似一部充滿戲劇性嘅電視劇，有甜蜜嘅瞬間，亦有疏離嘅時刻，有婚變傳聞嘅困擾，亦有堅定回應嘅勇氣。佢哋嘅故事俾我哋睇到公眾人物婚姻嘅不易，亦都俾我哋對愛情同婚姻有咗更深刻嘅思考。喺呢個充滿誘惑同挑戰嘅世界裏頭，希望佢哋能夠堅守初心，守護好自己嘅愛情同婚姻。好啦，以上係本期嘅內容。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，歡迎訂閱、點讚、轉發，感謝大家嘅支持。